自从2024年5月18日，每日圣安宫读经，先知的预言是为咱。圣经咱做来听读，彼得前书第1章第10节到12节，关系即个拯救预言，恁为得到恩典，遐个先知已经有研究搁详细查考。因得到伫因心内基督的神对因的指示，查考关系基督的受苦甲后来得到荣光即个预言会伫什么时会安怎实现？上帝有甲因启示，互因知因的侍奉毋是为着家己，是为着恁。这个事现在已经有靠对天来的圣神，通过福音的使者有传互恁。这个事连天使嘛迫切伫听候爱知。先知的预言是为咱。圣经中充满圣神感动先知的预言，正先知详细找求甲探究。搁预言上帝要赏赐的恩典，就是基督降世成就的救赎。使徒彼得指出，正先知所讲的预言，已经照着福音的正使者，照着对天降下来的圣神的能力传互咱。甲初代教会相比，咱的时代会搁较接近基督再临的日子。咱也会看见真侪预言得到实现。以赛亚书10章11节到12节讲到上帝的选民受了回归的预言。迄时，主为第2遍伸手，赎回所剩的子民倒转来。主会往万国采大旗，对地的四方调集四散的以色列人活来。将受赶散的犹大人民聚集倒转来。这个预言后来真正实现。当年以色列人犯罪亡国，受了到巴比伦，后来波斯帝国兴起。上帝为着实现伊照先知耶利米所讲的预言，激动波斯王塞勒斯下诏命。互以色列人回归故土，不过迄时以色列并无复国。直到第2次世界大战了后，以色列伫1948年复国，成做世间上唯一亡国2000多年了后复国的奇迹。这个历史实现先知以赛亚伫主前700多年前的预言。啥人捌听到即款事？啥人捌看见这个代志？减有国家伫一日内就产生，减有民族伫10000年久就生出来。毋过时间一开始吹准，囝儿就出世。看见先知的预言实现，互人对上帝充满敬畏，知影伊伫世上掌权。看见以色列亡国2000多年了后，还会当复国，互人搁较专心信靠上帝。咱相信上帝对伊的竞选无后悔，因为伊的慈爱永远不变。2022年2月，俄罗斯往乌克兰发动战争。2023年10月，巴勒斯坦武装团体哈马斯甲以色列爆发冲突，这个战争冲突拢带来极大的死伤和苦难。尽管世上有苦难，但是彼得勉励受苦中的信徒，这是要证明恁的信心堪得受考验，比互火炼过还会败坏的金搁较宝贵，通互恁伫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得到称赞、荣光甲尊贵。圣经的话带互人鼓励，就亲像先知以赛亚所讲：
上帝要甲伊的子民同在。你经过大水的时，我要甲你同在；你过大河的时，水袂甲你淹灭。你对火中经过，一定袂伤着；火焰嘛袂甲你吞灭，因为伊是神圣的上帝，是咱的救主。当咱面对艰困的环境，搁较着甲心转向全能慈爱的上帝，才当得到信心、盼望甲喜乐。当上帝搁再来的时，愿咱会当得到称赞、荣光甲尊贵，搁承接上帝为伊的儿女所准备的。默想面对各种患难，互人忧虑。今仔日的信息是毋是互我心存盼望？面对各种患难，互人忧虑。今仔日的信息是毋是互我心存盼望？咱来祈祷，亲爱的圣神，感谢你感动先知写下宝贵的预言。我愿意顺从主的话语指引，哪有信心和盼望，奉主的名求，阿们。愿上帝赐福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